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维吾尔电视台记者穆罕默德移民。今天2月5日是维吾尔人难忘悲伤的日子。在23年前的今天，中共政府在伊犁将罪恶的黑手伸向了无辜的年轻人，进行了大面积的屠杀。为了纪念和祈祷这些无辜牺牲的生命，住在伊斯坦布尔的维吾尔人聚集在此。在这个纪念活动中，我们有幸采访到了中央社记者何先生。何先生，你好。你好。首先你自己自我介绍一下，让观众们认识一下。大家好，我叫做何鸿儒，我是台湾中央通讯社驻安卡拉的记者。那我这个时间呢，刚好到伊斯坦堡来采访，那主办单位就邀请我来参与这个活动。这是你第2次参与我们维吾尔人的活动。关于今天这个活动，你有何看法？对，这是我第2次参加维吾尔的活动。那么2次的活动都是在伊斯坦堡举行的。第一次是在去年2019年2月23号有一个抗议的集会哦。那么再来就是今天哦。这2次的我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其实都感受到一开始大家对我的怀疑，因为我就是长这个样子，长得像中国人一样，对。然后大家一开始会对我非常的怀疑，然后也甚至是非常的气愤，非常不欢迎我。可是当我说明了我自己的身份，那么主办单位也正式介绍我了之后，其实我发现所有的维吾尔的朋友啊都非常的友善啊，他们因为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可能要蹲下，可能要搬很重的东西，他们都会帮助我，提供我椅子，甚至有小朋友拿了一瓶水给我，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温馨。那我觉得人跟人，不管是民族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的人、不同国家的人，甚至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其实就是应该要这样子友善的相处，这样子才对。那你觉得现在中国主席习近平还有这共产党对自己的民族，还有这台湾人，还有我们这东突厥斯坦的人民所作所为的一切，你有什么看法？这共产党的这一切所做是为了什么？在你眼里？其实我觉得受压迫的人就是说其实不应该有这个受压迫的事情存在才对。那么在东突发生的这个事情，的确是应该要受到举世的关注。那么目前为止，西方国家、西方的媒体，的确有非常大篇幅而且长时间的在追踪跟报道。那么另外一方面，因为我现在人在土耳其工作，我也会关注到穆斯林国家，关注到土耳其政府的一些立场啊。对，那我是觉得也许穆斯林国家也应该要对这个议题发声，那么应该要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样子才对。有没有心里话给观众朋友们讲？我其实是维吾尔人呢，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新的一个怎么讲？我说跟维吾尔人相处，跟维吾尔人见面，那么特别是因为我现在在土耳其工作，要有机会采访到维吾尔人，了解维吾尔的议题，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新的体验，非常非常新的题目哦。对，那其实越人跟人哦，越接触越多哦，越了解了之后啊，其实慢慢的变成朋友之后，我相信因为我之前曾经在印度工作过，那么现在在土耳其工作，不管是印度人也好，土耳其人也好，其实都让我感觉非常的跟他们相处非常的愉快，那么也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那么我也希望能够在这边多交一些维吾尔的朋友，那么我相信我也可以跟他们相处得非常愉快。